土耳其黑客小组攻击中国政府网站。土耳其月薪黑客小组为东突厥斯坦采取行动。这个黑客小组为了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压迫，以及将100万维吾尔穆斯林拘禁在集中营，对中国政府和大学网站进行了攻击。他们在这些机构的网页上显示"我们和东突厥斯坦同胞站在一起"的口号。这个小组还公布了进行攻击的网站名称。中国指责德国议会侵犯其主权。德国联邦议会一场有关东突厥斯坦人权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北京的抗议。中国驻柏林大使馆致信德国政府和联邦议会，对联邦议会有关新疆人权问题的讨论表示十分不满。中国大使馆在信中批评德方对中国施以任意指控，并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信中要求德方严重关注中方的愿望，以便德中关系能继续朝正确方向发展。挪威宣布停止向沙特出口防务产品。挪威外交部长伊纳·埃里克森·瑟雷德宣布，该国已决定停止发放对沙特阿拉伯的防务产品出口许可证，包括与防务有关的产品以及可用于军事的军民两用产品。挪威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该项决定是挪威在对沙特国内及所在地区的新情况以及难以推测的也门局势进行全面评估后做出的。伊拉克将支付战争赔偿。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确定损害赔偿金的联合国赔偿委员会决定，从明年开始，伊拉克将从每年的石油销售中获得的收入向科威特支付的赔偿资金。联合国人权专员呼吁也门采取紧急措施。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切尔·巴切莱特呼吁也门内战双方采取紧急措施，结束平民的苦难。巴切莱特在其书面声明中强调，最近在荷台达的冲突中，平民伤亡不符合良心。